好，这几日啦，甲人家着伤的比特犬落去，伊未来到底是会安怎处理，变作是社会大家真爱讨论的话题。这动保法是规定讲，其实动物若针对公共安全有即个危险，而且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，安尼是会当甲灭掉的。也毋过，农业部所来表示讲，要是爱经过专业的评估，才来决定敢要人道处理。3年外前，伫台南安平查获154只走私品种猫，全部安乐死，引起争议。因过徛伫防疫，农政单位表示不得已安尼做。即摆台北市比特犬落去，若摆跳车窗咬人，也有人讨论敢是要安乐死。农业部表示，若攻击性的狗仔送入收容所，会有评估机制。各县市政府会组成专业的判定小组，看这只狗是不是具有那个行为矫正或是认领养的可能。根据动保法，若动物对公共安全有随危险，严重影响公共安全，会当抬。敢是人道处理危险的狗仔，甲机关加特数指出，会组成评核小组决定。也毋过，捌收容过攻击性的狗仔，驾驶怪走位狗仔，好在经费支持，互伊免治安乐死。另外就是挑出来让它就是住套房，可能针对那一只狗要比较特别的一个照护，我们才会让它送养，要不然其实都会一直关在我们收容所那边，让我们同仁自己去照顾就好。吴秀仪认为，比特犬天性固执，一旦防触发攻击性，即会加条陪伴，就算要送养也爱审慎评估。如果真的经过一段时间，训练也好，或是这个教导也好，如果真的没有改善的迹象，我是觉得再放给一般人民认养的话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动保团体认为，冲突狗攻击的问题一直拢是出伫饲主的身上。会攻击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动物的错，而是人造成。而目前手上还持有的这些饲主，我们认为他们都应该要去上动物行为的课程，他们要非常清楚知道说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去管理这只动物。动保团体认为，宠物若攻击人，是无方适当理解行为，甲好好的教导服从甲稳定。认为只要善尽饲主责任，就无安乐死的问题。有攻击性的狗仔，拢无安乐死，也真歹防禁养，可能一生拢关伫收容所，成本由社会支付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